徛台湾看世界，来看美国的军方讲，因伫北大西洋甲加勒比海扣押着2只油轮，拢甲委内瑞拉有关系。外国的媒体报讲，其中一只油轮，阁有俄罗斯的畅水舰甲军舰咧护航。美国军讲，因咧执行任务的时阵，并无看到俄罗斯的船只。不过有专家来指出，讲这个举动恐惊会互美国甲俄罗斯的关系更加紧张。美国南方司令部嘛伫社群媒体来公布因安怎来控制着油轮的相片。摄影机翕到海顶的一只油轮，直升机就随海军甲士兵放落去通停船，成功控制油轮。美国的海防防卫队昨宣布查缉2只受制裁的无国籍油轮，嘛指出这2只船甲委内瑞拉有关系。And it continues because 2 oil tankers, 2 overnight, were se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, stateless or sanctioned. 美国的官员表示，伫咧北大西洋的海域，南沙其中一只油轮，原名叫做贝拉1号，是非法运输石油的乌影舰队之一。伫咧去年12月闪开美国的临检了后，立时摕到临时许可，挂罗西亚的国旗航行嘛改名号做马里瑞拉号。马里瑞拉号原本为伊朗出发，伫要到委内瑞拉的时，紧急转向就开始走路，落尾伫咧车七互扣押。罗西亚国营电视 Russia Today 公布画面，显示马里瑞拉号和美国的军舰甲直升机入2礼拜外。外媒报道，罗西亚派出上无一只海军军舰，甲马里瑞拉号保护。阁有报道指出，罗西亚派出舰舰，不过美国的海防防卫队停船的时，油轮的附近无罗西亚的军舰。若这个行动，英国嘛有支援。Following a request from the US, I authorised the use of UK bases and the deployment of Royal Navy and RAF assets to support the operation. 另外，美国军方嘛伫咧加勒比海扣押另外一只油轮索菲亚号，这只船是挂巴拿马的国旗，不过同款互认定是无国籍，受美方制裁。索菲亚号当日互押去美国的港口，等进一步的处理。Certainly, a move bound to raise tensions with Russia. And risks escalation. 对这罗西亚的运输部指责，任何国家拢无权对伫其他国家管理范围内合法注册船用武力。当局的外交部嘛已经要求美国引导地台油轮顶的罗西亚公民，将因放回去祖国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